那根据2024年全球粮食危机报告，去年有59个国家地区超过2亿8千万人有严重欠粮的危机，主要的原因就是战争、气候甲经济。 固定三角村骨头地面大到闭开，无法度种农产品。根据人道机构全球应对粮食危机网络组织上新发布的2024全球粮食危机报告显示，2023年有59个国家地区超过2亿8200万人有严重粮食不安全的状况，比2020年增加2400万人。已经有36个国家连续8档有饥饿危机。而这款状况的主要原因，除了极端气候加经济影响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The single most significant driver of acute food insecurity is conflict and violence. This was the primary driver in 20 of the 59 countries and represented in absolute terms, the key driver for the largest number of people in acute food insecurity. 这个调查有严重粮食不安全真相上济5个国家，分别是刚果民主共和国、奈及利亚、苏丹、阿富汗甲伊索比亚。也毋过用国家人口比例来讲，饥饿人口比例上济3个国家是巴勒斯坦、南苏丹甲也门。全球这么侪人严重粮食不安全。另外一份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报告显示，2020年全球生产的粮食有达99%互浪费掉，当中差不多10亿5千万吨。当然，肯亚这款开发中的国家。 每一档浪费的食物嘛有490万吨，各位民众必须爱挖苦捡食物来讨生活。Hizo chakula zenye zinakujanga huku ndizo zinakuja, tunachagua zile mzuri, tunauzia watu wenye wako na nguruwe. Per day naweza pata hata kama ni 300, na ninashukuru juu ndizo nalipa renti nazo, watoto wangu wanasoma na wanakula. 研究人员分析发现，全球每一个人每一档会浪费差不多79公斤的食物，等于每一天至少有10亿份的餐点互浪费掉。其中浪费粮食上严重的是家庭，达到60%，餐厅28%，而超市这零售商毛12%。流失甲浪费的粮食，每一档会产生全球8%到10%的温室气体排放。若上国家来排名，只有输中国甲美国。国际新闻台是董秉益。